先放入1隻全蛋，再加返3隻蛋黃，將蛋黃撈勻，放入 double cream 250個 gram， 全脂牛奶100個 gram， 混呢奶油2個 gram。由於我個麵包本身帶甜，所以我呢度落咗15個 gram 嘅糖。但係如果你係普通白麵包嘅話呢，你可以落20至30個 gram， 跟住將啲材料攪勻佢。呢度我落咗5塊麵包。呢個麵包布甸最好嘅地方就係你可以將你食唔晒、唔想再食嘅麵包全部擺晒落去。而家喺個面度再灑少少糖，跟住我哋可以放焗爐180度焗佢35至40分鐘。呢個麵包布甸實在超方便，大家快啲試下啦！